桃园大园的内海里常常有跳电的问题，搁捌一个月跳电7摆，互当地居民是真不满。台电就表示，因会加强巡检沿海的线路设备，找出问题，彻底来解决。这边常常爆炸啊，这个爆炸在整个都停在。 若讲到停电，民众是气喘喘。大园区内海里8公里今年跳电停电的状况真接，内海特别严重，一个月跳电7届，集中伫1人至5人，影响超过300户。造成我们这样呢很困扰呢。哦，我嘛是讲看伊了来甲彻底的解决掉。 啊，无整个一个月停7届，打一间的洞。他们说是什么沿海啊、鸟兽去碰到线路这样子。有时候是临时停电吼，啊，一寡里面爱用迄个呼吸器啦吼，爱需要氧气机啦吼，啊用停电吼，哦遐里面惊到要死。 内海里长表示，往年拢有跳停电的问题，热天是较接，今年特别严重。一直跳停电，毋但造成电器的一寡设备损坏，有一寡长辈需要医疗设备的用电。若做跳电，爱搁4个去借发电机，居民真困扰。希望台电会当甲电缆地下化。 请台电公司将近期停电的原因统计分析、改善措施以及时程，于会后1个月内提供。已经陆续完成容易遭鸟兽等外物碰触部分的加强包覆，以及将防炎装脚爱子更换为高分子聚合柱型爱子的完成改善中工作项目。 针对桃园大园内海里反映跳电真接扰民这个问题，台电甲经发局已经派员勘查。台电表示会持续加强沿海地区线路设备等供电设施的巡检，要找出问题，对症下药。为了因应愈来愈严重的盐电害，已经先进行架电矮仔的清洁作业。后续原来会甲电火条顶管的高压架电矮仔换做高分子组合矮仔，减少沿海造成停电事故。记者综合报道。